大家好，歡迎收睇老假期。而家北上按摩已經唔係一個人獨自去偷歡，一家大細幾個朋友或情侶夫婦檔去。假日北上深圳按摩採耳，原本係想放鬆下，但都要小心揀地方。因為網上見到最近有一位港女同佢老公喺羅湖一間名為皇室乜奇嘅老牌按摩大場，經歷咗一場非常唔愉快嘅事件。事主形容自己係呢間店嘅忠實客戶，幫襯咗好多年。點知今次原本想俾錢買舒服，結果卻換嚟一肚氣。唔係因為技師手勢唔好，而係因為嗰位女技師對佢老公太過熱情，大堂幫老公鬆腿後，竟然私下追截索取微信，仲暗示下次有其他服務。俾呢位事主見到晒，仲好嬲咁投訴。今日我哋就嚟拆解呢單熱話，睇下北上按摩有咩要注意，同唔同嘅人去，要點揀地方，想避免落入呢類尷尬陷阱有咩心得？根據呢位港女喺 Facebook 群組嘅詳細發文，成件事嘅經過真係比電影仲要精彩。我哋跟住事主嘅視角，由頭到尾還原一次呢個進擊現場。一大堂鬆腿嗲聲嗲氣嘅前奏。當日事主同丈夫去到羅湖呢間老牌名店，分別揀咗唔同嘅療程。丈夫喺大堂揀咗鬆腿服務，由一名女技師負責，而事主就喺旁邊接受採耳服務。多番搭訕喺服務期間，事主雖然喺度採緊耳，但耳仔仲好靈。佢察覺到嗰位女技師對佢老公極之熱情，不斷嗲聲嗲氣咁搭訕。正宮不滿，當時事主已經感到非常不滿，心入面團火已經開始燒緊。二分頭行事，技師口準時機。首輪服務完畢之後，兩公婆準備轉移到樓下進行全身按摩。喺轉場之前，佢哋各自前往洗手間。空檔突襲，呢個時候老婆行開咗，技師覺得機會嚟啦。三樓層追截，私下索取微信。最令事主震驚嘅畫面出現啦！嗰位女技師竟然主動追截到另一樓層，趁住老婆唔喺身邊，私下攔截丈夫索取微信聯絡方式，暗示其他服務。技師唔單止係要聯絡電話咁簡單，仲當面暗示丈夫下次可以提供其他服務。四斷正現場，老婆廁所出嚟撞到正，計秒計得好準。事主啱啱上完廁所行出嚟，親眼目睹成個勾搭過程，即刻逃跑。嗰位女技師一見到老婆現身，發覺大事不妙，驚到即刻離開現場。事主形容自己當時真係大感委屈，佢覺得自己係多年忠實客戶，點知竟然會喺自己隔離親眼見住啲技師追落去撩自己老公，呢種行為簡直係無視正宮嘅存在。正式開始之前嚟個廣告時間，睇緊呢條片嘅大家，可能揾緊北上玩樂資訊攻略，成日去玩或者經常出征嘅你，有冇試過狀態唔好，好易放煙花，又或者需要上陣時提唔起勁，唔想有尷尬情況，或者想提升表現？記得選用力神50倍濃縮秘魯黑馬卡。力神品牌係香港男士保健品專家，呢一款係市場濃縮度最 top。老小編真人實試過，只係食咗一盒，1個月未到就已經精神滿滿，瞓得好好，好有活力慾望，做起事上嚟都特別有耐力。食夠3個月就連身體個底都打好埋，推薦俾睇到呢條片成日都需要用嘅你。有咗佢可以幫你加強機能，表現發揮都好啲。而家仲有全新包裝，正式登陸香港萬寧。第一次首先試下一盒體驗，如果覺得 OK 嘅，買3盒裝，一個療程效果會再好啲。力神50倍濃縮秘魯黑馬卡，萬寧有售，認住力神呢個名同埋封面嗰隻黑熊就得，千祈唔好認錯隔離或者俾人講兩句就揀錯第二款。事主親眼目睹老公被撩，梗係火都嚟埋，即場揾經理理論。點知呢段對話先至係成件事最令港妻崩潰嘅地方。一經理神防禦，呢啲係你哋家事。事主直衝經理面前投訴，話唔理間鋪平時提供開乜嘢929598服務，即係行內暗示唔同程度嘅色情服務，但無理由明知老婆喺隔離，女技師都要追落去加微信，堅決否認。經理第一時間護短，堅稱技師絕對唔會做出呢類行為。終極神會，經理竟然將成件事定性為事主嘅家事，話同鋪頭完全無關。當客係西客，過程入面經理表現得極之不耐煩，事主形容對方嘅態度好似唔想理佢，當佢係西客咁款。二事主心酸，俾錢買舒服，點解要受委屈？事主事後大呻，自己幫襯咗呢間店好多年，係忠實客戶。男人天堂，佢直言嗰度有部分技師長得幾標緻，直情係男人天堂。奉勸港妻，佢認為自己原本係想俾錢買舒服，結果卻受盡委屈。最後仲奉勸各位姊妹，千萬唔好俾另一半去呢間按摩場。三網民突破盲點，矛頭直指老公。不過呢篇貼文一出，網民嘅反應竟然唔係一面倒撐事主，反而好多人覺得個老公先係最大問題。鬆腿有警棍，唔少老司機指出，正經揼骨應該係按腳，鬆腿其實係一個暗示。網民質疑你老公明知老婆喺隔離都仲選鬆腿，對你尊重有限，技師只係揾生意。有人認為內地好多骨場都係暗邪，技師都係想揾錢。如果你老公定力夠，唔睬佢根本就冇問題。經理救咗老公一命，甚至有網民搞笑咁話要俾個讚經理，咁識講嘢，你老公應該俾咗小費經理，叫佢救命。四係咪曲線宣傳？最抵死嘅係有網民質疑呢篇係咪廣告，因為講到嗰度咁多靚女技師，又有暗示服務，驚動到唔少男人想即刻去見識下。睇完呢單皇室乜奇事件，大家最想知嘅一定係以後兩公婆或者帶埋小朋友北上，到底點樣揀場先至唔會揼骨變加變。老假期總結咗幾點實戰心得，分享俾大家。
一體組合揀場，身份決定地點，夫婦情侶檔，建議優先選擇進駐喺大型商場，如萬象天地、一方城入面嘅連鎖品牌。呢類場裝修通常走現代文青風，燈光光鮮，管理制度亦都相對透明，最好就係簡單速度嗰啲就夠正氣安心，技師唔敢亂嚟。帶埋小朋友，其實老司機就唔太建議。幾大型機場都有夜宴，雖然就算係主打家庭樂，設施多元化，有水果、飲品、戲院，甚至波波池嘅大型水療中心，氛圍比較健康，出事機率細。出現追截索微信呢類尷尬事就唔太大機會，但如果太細過去，心智未成熟都有啲影響。男士單獨兄弟團，如果係呢種組合老牌大場或者係早幾集講技男人，一人去商務場就隨你中意，但記得要有心理準備面對進擊的技師。2. 拆解暗語，揀療程都有技巧。網民指出，今次事件嘅其中一個導火線係鬆腿服務，按腳 vs 鬆腿。喺好多老牌場，按腳通常係正經大堂服務，而鬆腿或者一啲名目古怪嘅療程，往往帶有暗示性質。避雷攻略，帶住伴侶去，最好揀返最基本嘅項目，例如中式按摩、泰式拉筋或者足底按摩。如果技師一上嚟就嗲聲嗲氣，或者療程名聽落去好曖昧，即刻要求換人或者終止服務。3. 觀察經理態度與環境管理水平。今次事件最令人氣憤嘅係經理將問題推俾客，話係家事。一間好嘅場，經理應該係專業且負責嘅。環境氛圍，如果你入到去個場，見到啲技師煮得特別清涼，或者燈光昏暗到連路都睇唔到，咁呢個場嘅純潔度大家心中有數。四佬，假期總結，男人自律，女人留神。俾男人嘅話，去得按摩場就要識得避嫌，人哋索微信，你應該果斷拒絕，唔好俾技師覺得你有機可乘。俾女人嘅話，雖然事主話受咗委屈，但網民亦提醒，如果老公定力夠，技師點拗生意都冇用㗎，所以揀個好場之餘，揀個好老公都同樣重要。北上消費原本係樂事，千祈唔好因為一時嘅放鬆而搞到家變。大家以後北上按摩，記得帶埋呢份避慳指南。你有冇遇過更離譜嘅按摩店經歷，或者你有邊間都有呢啲個案發生，一定要講出嚟，等大家記低。中意呢集北上避雷特輯，記得 like 同訂閱。我係老假期，我哋下集再見，拜拜。